標題咧就係協助抗港至潛逃兩男女罪成啊！呢個咧係根據《星島日報》嘅報導啊。細標題就不問價錢租船，地赴澳門，官子必知情。內容簡報：名媛蔡天鳳2年前遭肢解碎屍案，案發後遊艇公司41歲嘅男職員以及29歲嘅無業女子協助死者嘅前夫抗港至潛逃被控。裁判官陳志輝16日喺九龍城裁判法院裁決指出，雖然根據證據無法肯定涉案 Alex 就係抗港至，一般人如果唔係犯法，唔會忽然緊急咁秘密咁租用呢個船隻前往澳門嘅，又唔問價錢，推論兩人必然知悉 Alex 可能逃避警方嘅追捕或者法律嘅程序，裁定二人罪成，還押到本月27日判刑，以待索取背景報告。即係6月27日咧就會判刑啦。咁其實裁決嘅重點咧係有嘅。案發嘅時候 ，Ivy 經過潘巧賢聯絡林信，為友人 Alex 租船。根據信息記錄，潘巧賢就冇可能唔知道涉案嘅航線，或者 Alex 打算唔經海關出境。Ivy 曾經話：響香港就上船當船 P 咁玩咯。船係接駁用嘅，船 P 即係船嘅 party 啊，喺船開派對咁嘅意思嘅。一般人若果非犯法，唔會忽然緊急咁秘密咁租用船隻前往澳門，又唔問價錢嘅。推論呢就話林信同潘巧賢呢就必然知道 Alex 呢可能逃避警方嘅追捕或者法律程序，都係逃避咁嘅意思。最後就話，即使無法肯定 Alex 就係抗港至，都等同罪成咁嘅意思。咁你話兩件案件有冇相連呢？咁官就話唔關事噶，就算唔係 Alex 呢個咁嚴重嘅案件，都會一同係判罪嘅。好啦，咁去到呢度呢，就係要等下啦。陳官講明案中由林信安排船隻，聯絡船家同埋水手，潘巧賢同埋 Ivy 呢就負責傳話俾友人 Alex。即使根據證據無法肯定 Alex 就係抗港至，仍然足以裁定兩人係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成嘅。